收看出名大会。欢迎大家收看今本嘅出名大会。2008年某度10届学生儿，了特别系新主任嘅刘凤贵校，了全校嘅学生儿抢60人嘅天梯咯，系合乎到定义标准下嘅培国提起學校。今本嘅出名大會行業是學校，然後了評嘅師生強校嚟探討，到底培國提起嘅學校應用辦行出自家嘅特色，創造出多年嘅教育價值咯。香港呢？了下屆學校要當到都已經拄到媒體，也係講採編嘅情況，到底幾條用把行出自家嘅路，結合國客家嘅生活文化，甚至係當今教育咯。呢啲強下對起。開會了！呢度主動嘅劉鳳貴校，了大部空氣動好，風景優美，人味都係清冷冷嘅哦。今本年嘅出名大會當貼片，為呢度兩片，嚟兩典型嘅農村式學校，強下嚟探討，到底培國學校應用辦行出新嘅教育價值咯。而且呢，上屆今本呢度現場參加嘅貼片裏邊，第一屆係採提劉鳳貴校嘅郭碧憲郭校長，大家好，校長你好。另外一屆係南科貴校嘅林金鳳校長。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兩位校長嘅學校雖然講規模狹小，不過佢哋嘅辦學性質都當精彩哦。等下佢哋也會提供多寶貴嘅經驗。咁嘅現場，你也看到呢嚟當多嘅小朋友哦，也特別係採提劉鳳貴校嘅小朋友，大家好。都有發力哦。嗱，兩片係今日嚟做一下嘅南科貴校嘅小朋友，嚟笑一下。好，除咗小朋友之外，今本現場也嚟當關心成人嘅教育嘅家長、先生，還有職工媽媽了掉哦。歡迎大家向我哋正話正經嘅座談哦。呢啲教育係百年大計，尤其在小學了解階段係建立人核心價值嘅重要時節咯，也對小學應用嘅基礎教育發揮重要嘅影響。不過呢也啲，因為也受執法嘅問題，你下教育資源為重新分配，所以多嘅培國地區嘅小學，你下唔係為採體就係廢體。關係咧係當自然嘅趨勢，不過其實你下牽涉到嘅係成人嘅受教權，還有線上發展嘅重要議題哦。你冇辦法唔去從事呢啲重要議題，在進行正式嘅討論之前，你先嚟看一下你下培國嘅教育發展嘅情況，大體係用辦。因為少子化嘅衝擊，教育部去年統計，30年內會有140間嘅學校，別到愛廢校，冇就愛併校，偏遠學校嘅存廢問題，再把引起話題。其實關於整變問題太複雜了，因為它有很多教育正義的考量，也有教育經費的一種效益的考量。也有政治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它已經不是一個教育的專業問題，它是非常複雜的政治、社會甚至於經濟的問題。但教育資源有限，學生嘅人數冇啦，所以學校嘅整編一次就係偏遠學校當受利嘅。以我所任教的福隆國小來說，接過去的人數都一直在100多位，還蠻穩定的。那這2年開始，新生人數都是在10幾位，所以跟我們高年級的人數差很多，所以我想我們現在開始就應該每年都會有這樣的壓力。而老民依個4年攏教好，將做得改變小學校整編的命運。故所偏遠學校還那認真的辦學，研究新的課程，展現教研教學的魅力，嘛受到學期以外的家長的注意。我覺得在國小階段，其實發展自信是對在人生當中很重要的階段啊。那只有在國小12歲以前，他的自信心奠定的話，他將來的人生路上會比較有自信。所以我就選到這個學校來，半學期而已，他的整個自信心表達能力，能夠在台上做任何的那個想法的分享，我就覺得很棒，所以有達到我們預期當中的目的。這樣。前目講人才雖然係成長喺都市，唔過大多數孕育喺上間存息，人哋用經濟效益來衡量教育嘅價值嘅時節，係咪係那深層嘅來思考偏遠學校對成人嘅生命嘅影響。用經濟效益還有成本來安排教育咧，實踐教育，不過遇到成人咧個生命影響並入來麼？呢個問題我特別強調，呢個高校長哦，我也第二度了教育界有20多年嘅歷史咧，資歷都豐富哦。我想去請問，從你知道社學教佢選擇嘅必要，還有基礎嘅價值麼？我知道學校係文化嘅中心，係教育嘅命脈，係個學校呢冇睇咧，了解社區也會
天地摩天，所以呢，学校也是社区的精神堡垒，两者是共生共荣的。社学校其实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致，让每个孩子都受到最好的照顾。其实总得讲用金钱的价值来衡量这个教育的价值，所以我认为社学校绝对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做新闻强教无，就是讲你发展这个价值很有必要性。其实有做得内底放心，做得咧充实，做得咧做呢。其实社学校虽然讲我哋都下交通下唔方便，资源下少来讲，不过呢，安尼在地的个文化，还有自然的景观都丰富。其实安尼的课程做得设计到比大学校还那更加的丰富，不学生的学习更加的多元化。所以呢，课程多元化，带孩子把客乡的特色带出来，其实也不了社学校有发光发亮的机会，嘛系当好。哦，所以利用了采题嘅字眼咯。咁伫恁高中，恁看法用系用办？好，就了解问题吼，我有即个是讲小小的看法哈，小小的看法啦。我种教育嘅东西吼，做毋对完全当了禁止，特别讲诶。事业啊、产出按个观点来做只思量、做只考量吼。你学校本身也迄社区个文化重心啦。学校迄检查迄笔菜品厅，我种来规只社区吼，你对了让向啊非常歹，你天一点吼。天一点咧，你照顾了大家学生个学习伊只权利啦。学生个其带落个山啊，不要讲。本来其他是生活真麻烦、真艰苦，因为学校还咧提供其还那多个学习个机会吼，而且因对学生个学习要还那好吼。该第三了来讲是讲，小学校呢，其实学校来讲学校了像了先生来讲其还那多个时间做照顾了学生个，你学校本身做发展本身咧课上个特色来讲，而且按细年咧，佢对了要学习要还那多，佢还那多个时间做有个机会，本伊去发展佢本身咧多年咧个能力，佢即家做咧表现嘅机会要还那多，所以我想像按来讲，是讲学校做唔係講佢細，你學校係咧本身係咧具有做咧本身有只存在一只必要性啦。好，安啲從恁高中講解吼，社學校就像係大家聽橋樣，大家相處起來就當答到哦。小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哋有特別請問了到小朋友哦，你係劉鳳貴小嘅小朋友，我會請問哦，呢啲在學校生活係咪要像係在大家聽生活橋樣，小朋友啊線上讀到你大家嘅感光讀東風呢？阿姨可以問你一下嗎？你特別喜歡陸豐國小的什麼地方？樹屋。樹屋為什麼？因為我們爬上去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而且還可以在上面看書。書屋好像很少見哦，別的學校好像沒有。對啊。哦，那阿姨問你哦，如果說這個學校因為學校人數，現在你們班上幾個人？10個。哦，也不是很多哈。如果10個學校，10個學生如果這邊將來可能因為學生人數不足要廢校，要去別的地方，不知道你什麼感覺？很傷心。傷心？為什麼？因為我喜歡學校的環境。如果要去比較遠的地方，對你來講好像就少了一個回憶的地方，或者深耕感情的地方。對。你覺得好？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陸豐給你最大的感情是什麼？可以讓我看到比其他學校還要多的很有趣的書。書啊？那跟小朋友的相處呢？感情都很好，而且不會吵架。哦，都不會吵架。那跟老師之間呢？也很好。真的哈，好，謝謝這位小朋友。看起來啲係動生活動好兩篇學校嘅生活感光哦。還有我們今天對總一哈嘅兩篇係南豐國小嘅小朋友，我知道你年紀還更高年級一點哦。有沒有小朋友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在南和國小，在你們的校園裡面，有沒有什麼你最喜歡的地方？來，這位小朋友，來跟我們說一下，你最喜歡學校的哪裡？蝴蝶生態園。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那是什麼？那裡原先是一個草叢多的地方，經過我們家長會長彭會長去整理之後，也經過很多老師的幫忙，使那裡。那你們小朋友是要做些什麼呢？我們小朋友就去那裡幫忙種樹，或者是去幫忙澆花。那你有沒有認識很多不同的蝴蝶種類？有，
我认识了一些像是蛇目蝶类的、花斑蝶类的，或者是都有亲眼看过这些蝴蝶吗？有，哇，很特别的经验。嗯，好，那其他校外的朋友来参观的时候，你会不会很自信、很有骄傲的跟他们介绍学校的特点？会，所以以学校为荣。对，厉害！南方国小1年级哦，佢都有动静才丰富嘅自然生态燃气哦，系特别系针对俩融入哦。还有其他小朋友做对咧反应吗？班上几个同学11个， 11个哦，那比刚刚10个人多一个哈。跟同学们相处起来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快乐。哦，哪一些方面让你觉得合得来？一起看书，一起玩，嗯哼，然后一起去观察一些蝴蝶生态。嗯哼。那么老师呢？老师跟你们之间的相处情形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很热心的教导我们，不会这样子觉得让我们有一点压力。嗯哼，所以要你离开南河你也舍不得。哦，其实看得出来，廖片嘅小朋友对基督嘅学校都感情动情哦。所以小朋友你也看到，你嚟动到嘅家长很有欣赏。我会特别请问哦，有家长做得讲一下么？用办做得选择嘛？小朋友做得送去其他嘅位所咧图书，用办会选择俩刘凤也讲南坡国小对本小朋友都受教育呢。现场做得讲一下么？你觉得小朋友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小孩子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小孩子很喜欢这里。之前我问过我的孩子，我说我把你转到大学校好不好？我的2个孩子说我不要，他说这边小而美，而且他很喜欢这边的环境，尤其这边的老师对他们都很亲切，所以呢他很喜欢这边，所以他跟我说妈妈你不用考虑了，我直接选择陆丰国小。所以小朋友嘅表达。你嘅学习方面，辛苦你都起到一站的哦。这边的老师都很认真的对待每个孩子，不管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要随时跟我们家长做联系。这一点是我最大的安慰，至少说我可以知道我孩子在学校另一方面的情形。好，所以看得出来，了解妈妈哈，今日起到成年咧读俩篇咧图书，得到更丰富嘅教育资源了。还有其他家长做得老跟你分享吗？来，跟妈妈，请问小朋友是读南河国小？嘿，我成日读4年生还有6年生2个妹啊。做得讲一下么？小朋友记得受教育在了篇读书嘅情况太天用办。当初本来我一开始我本来先睇学校去，不过我考虑到第一个，因本体睇要照顾这个学校，然后虽然说我们是山区学校，可是呢，说真的，我们不输大学校，这是我给大家建议。这位妈妈，好像我知道你有一个小朋友4年级。他好像被老师发现是，我的成因1年生甲我阿弟讲，我的成因是一个过动儿。我一开始唔相信，不过真紧信奉恩信上，因为恩信上，我个4年生认为是有细密改天，老师面面俱到，每一个孩子他都可以观察到孩子的问题。对对对，所以。我睇啲咧，所以你睇当重要嘅点哦，成人呢才是学校得到最重要嘅部分，系得到线上动就全面性嘅照顾。你睇问题我特别回归强了国教中咧，让你讲下。这样小学校哈，它有一个价值很重要，对弱势嘅家庭哈，还有譬如提起嘅可能系想单亲或外配安养嘅家庭，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小朋友的人格健全的养成这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安尼小学校对大家成员的照顾会因为大家成员的需求不同给予不同的照顾啦不管是课程或教学或是外面的资源，我们都会尽量争取来符合家长的期望。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给家长这个承诺，愿意并放心把孩子交到学校来。譬如说他是过动，或是说他是学习缓慢。或是他是一个脑麻的孩子，我们就会尽量克服这些困难，来协助这些妈妈，还有协助这些家长。所以讲，安尼小学校其实不但是小，但是也是非常温馨发挥人性面的非常正面的一面所以呢，得到家长认同之后，孩子在这边也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你睇下恁高中我哋贵校。好像有很多的学生，大部分也系类似用谁家庭安用的亲人，系有安用的亲孔吗？是讲，其实从学校来讲我是讲，
教育的东西，迄教育迄严啊吼，毋免罐头工厂安尼做的罐头，甲特色迄无卖恐慌就加差别。甲就着家庭的吼，讲实在也毋免讲，思想之前甲主持人讲的吼，甲是讲安尼学校甲细人啊特色，毋免讲轻恐慌，还是讲像安尼情形，像到外头学校来讲，是讲先生咧，佢非常吼，严于像体现家长起码有反映到安尼问题吼。虽然甲细人有啲细问题，毋过呢，甲先生佢非常吼愿意配合，吼用限多时间。好，做老细人问题做只联络，好，佮有了问题呢，因也做签示，好用真大的方法，好按希望佮细人做老佮现实的个问题做只解决，好，还是简单做只回答，诶。所以线上对学生儿就全个照顾了係一點啦。唔啲在學校安樣嘅自然環境，係唔係也是對成人咧個健全嘅應結，就係動學嘅培養嘅方式咯？好，是像按是。之前是讲天點來講，是講學校嘅環境吼，還是講因當接講嘛，要改變這個人，所以改變個環境。像喺南科嘅面學校吼，個環境是非常嘅強啦吼。我種最主要，我是希望吼學校做讓出到像只工人吼，個細人來學校讀書，吼是像去工人，讓按快快樂樂。好，但是第一點，好，在第一點咧，像學校人數較少，人數較少，是講來學校你嘅學心咧是唔可以講按減。好，甲平常像因判斷到法通啊，吼，讓做得吼本吼，甲各種吼，講即講其他嘅吼，大概細人可能其他學習嘅能力有一差別，因為最有了機會吼，做本期嘅學習部分啊，最得到最好嘅照顧老改進啦，吼，即希望其他人嘅能力啊，最吼經過因為學校嘅一隻教育吼，比有隻能力咧。好，做一隻改變，好，比學習很多能力，都漢白人的畢業之後，做那個好，都因社會當個，都因社會做咧，你都做過很多好安樣，係啊。所以學生啊，對了細興嘅學校嘅感染度哦，得到嘅東西其實動到呢，嗬，校長。個校長愛請問一下，你啊流鳳國小嗬，台天愛啲有60萬個學生啊嘛嗬。毋過愛啲了60萬個學生啊讀，台天有20萬個，係了因你彩題嘅學校嘅學生啊，通講還有3個月係外地來嘅，佢哋用辦上會來到兩片咯。其實我哋學校嘅學生啊，吼，有三分之二係外來嘅家長啊，吼，你也表示講家長對國小教育十分嘅重視啊，吼，就講愛成日到嚟學校來，我希望佢快樂，不但快樂，而且可以有效的學習。那所謂的有效學習是說，他發現自己的課程呢，跟大學校不一樣的是說。可以符合孩子們的很多能力的啟發，給孩子很多各種不同的體驗跟學習的機會，這個是他們看到小學校跟大學校最不一樣的地方，所以他們希望他們的孩子在這邊是很快樂的，然後學習機會又比大學校更多。因為係快樂嘅學習對成人嚟講可能當成係事情，你譬如開放現場哦，本呢啲攏關心成人嘅教育嘅家長，呢常常。從條唐英講哦，小孩子不可以輸在起跑點上啦，哈！咁啲大家已係用辦上，學其他學校已冇選擇兩篇，讓成人咧帶到兩篇嚟讀書。我啱看到兩基本有一個英語下大家阿公吼，阿公做得講一下麼？呢個小朋友係到哪位嚟兩篇讀書嘅呢？這個二重國小，佢哋嗰邊吼，是佢動作又很慢啦，那個同學。同學時間佢同學常常聊佢啊，聊佢什麼歡喜啊？咁所以佢會老同學相吵啊，佢會對先生帶來很多麻煩嘛。所以講跟媽媽，我隔壁嗰個黃俊義啊，跟媽媽講來某你是來轉到兩邊來了。來到兩邊以後哦，佢心情又好。佢本來是跟兩邊線上有耐心啊，同學。相處嘛，佢很融合嘛，哈。所以你也知道成日漸漸有下面嘅變化呢。有多少有啦。讀大學校，來到啲細學校。嗰邊你是壓力比較大嘛，一來兩邊是輕鬆啊，冇人線上要照顧得到嘛，同學又相處又融洽嘛，還是唔會。所以阿公看到順子啦，哈，看到兩邊的讀書。
感觉动好，嘿你去架起头一满就，有，哎，安样吼。好，还有其他家长做的，来分享，两个妈妈，你的生日有两篇图书吗？哦，我一生日冇读了图书，不过我读了毕业。哦，你系两篇毕业㗎？我读了退休。哦，所以跳过系线上系吗？我系陆丰国小的老师，我读了到28年啦。28年了。我退休提2年咧。啊，你係唔係要看到劉鳳國小真緊，從本來要當到學生嘅，你下變到學生學生嘅，不過又因為學校轉型，嗰再發展起來，要按用甲咁講嘛？有啊，陸豐國教我來到了吼，學生就冇超過130啦。因為減少，不過按究有越來越多外來的小朋友，就是說，了學校他在不管是硬體、軟體，老師、校長各方面都非常的努力，讓小朋友這學習的機會非常的多，所以小朋友的能力的培養，因為現在我們講小朋友要能力的培養最重要，在能力的培養這方面，給他們很多很多的機會，很多很多的體驗，所以當到家長呢，當企業啦，其實攞嘅成日呢轉學來呀，所以家長係跳先到兩篇，為了成日咧送過嚟圖書錯，冇咁錯，係。還有其他家長做啲分享一下嘛？用辦為了成日咧送到兩篇嘅圖書呢？你講，講講。看了學校嘅環境，結果我是發現我的小孩適合這個學校，這個學校就是適合我小孩的。怎麼說啊？用辦講呢？我們不是讓小孩一直要往這個成績方面在發展，我們希望說小孩他能夠發現佢自己獨特的能力，但是一般學校一般嚟睇學校。很多受家長的壓力之下，冇法度，就是都為到升級，都升級。可是我來到呢一時學校，看到我的小朋友很快樂，他可以想要學他的東西，去到呢學，他比較喜歡音樂，然後學校有這個音樂的東西，他就去玩，也沒有壓力的玩，我會發現小學校的資源，每一個小朋友。比較能夠都可以吸收了。你知道你個小朋友才兩篇，最後半學期，佢學到最大嘅收穫係乜嘢呢？佢學到最大收穫，其實是很多元化啦。這個我沒有辦法，冇法度講，佢馬上能夠看到什麼成績。不過我發現到他就是在這個環境下，他就會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就是很和諧，這是他往後他會都對他的人格培養是很重要的。他對人生人與人之間，他往後他會很正向、很樂觀。所以你真正期待成日呢，你唔會現在特別嘅學校，跳會送到兩篇對，係因為你看到兩篇嘅價錢。好，非常感謝你嘅家長嗬。所以兩個家長，你看到嗬，家長其實。對社會學校嘅教育係當有信心哦。你信心嘅裏面，我有特別請問恁校長好咧。你知道，尤其係兩農村嘅社學校，佢用辦咧發展出自己嘅特色，行出新路哦。用辦結合你才採啲資源，無論係自然資源也好，係個較重嘅文化特色、文化遺產也好，你知道，你都有學校係用辦做嘅喏。你啊，學校嘅資源就係利用啊，是講非常嘅充足啊。學校嘅資源有限啊，社會資源係非常多吼。像係南華基民學校，即係平常時嘅家長會，對學校非常嘅配合，呢係第一點吼。呢係第二點咧，像係社區，社區也係，社區嘅人士，像係家長啊、志工，平常時佢也會直接來幫忙學校。呢第三點也是倒來會來睇一個分享，係講吼。平常時我會尋到資源落來。像拍賣嘅法通啊，要尋農會，尋嗰條像了因為像了新竹地區，像個離家嘅科學園區真群嘛，像係學校就個連天文教基金會，都係逐個禮拜，無私了上兩禮拜會當係學校，講故事，你啊像草莓葉，也有青年來到係學校，也有青年啊，佢喺個新埔個巴黎腳，故事協會。其實上擺人係學校參觀之後呢，我是拜託佢，咁佢留下來，見到人係學校嘅學生啊，有個機會，希望佢有時間做得來，
来讲来帮忙我哋學生嘅學習，其實日後是答應的啦，所以我是講學校嘅資源本身是有限啦，是講你資源佢唔可以講天當跌下來，佢冇辦法送上門嘅，你自己想辦法，要買去錢。還有點是像我哋老嘅教育部申請嗰度經費，我哋到南部基本學校竟然也係4年人嘅時間，從啲日參嘅時間嘛申請到北台人班嘅經費嘅錢，從啲多錢。是愛一個上的辦法，是上的辦法啦。佢有到社團，佢可能冇辦法本錢，佢唔怕，佢人力嘅資源也非常嘅充足。所以即個學校誒，即個咧創造了解資源，創造了解產區，咁樣講。係啦，是咁樣，即個愛主通，咁樣可能。即個會主通啦，郭校長，呢啲學校應該用辦做呢？其實你資源嘅爭取啊，除了你的主通以外，其實你教育部也動作資源做得進強啊，譬如說閱讀101，它就是針對偏鄉學校，還有藝術與人文生根，它叫做偏鄉藝術與人文生根，這個經費也可以申請。還有教育部有一個發展學校特色空間，這個也是針對偏鄉學校。這個公部門的經費爭取之外，其實很多私人的企業，比如台積電、廣達、友達、聯電，他們對偏鄉小學其實是蠻關注的。就看這個學校你需要怎樣的資源，只要你主動出擊，然後把學校的績效經營出來之後，自然它就是一個善的循環。那看到績效之後，自然資源就會不斷。嘿，謝謝。所以雖然講培國提起有幾兩邊嘅時候教育體力當嘅限制，不過呢也發現到除了安多嘅小朋友，還有線上高中度公法綜合出來呢啲多，了培國提起嘅學教佢點到做得了培國提起嘅地理環境變做一個環境資源咯，就係透過自家嘅創造性去發想去創作，推出漢卡發展多元嘅考察，來帶動漢卡度嘅學生啊，來到兩邊來讀書哦。好，宋萬忠呢老焦點係邊度？騙了學校到底佢選擇嘅價值很有必要性。當然，你先協會下，係同嘅事件，你持續咧鬧兩邊嘅小朋友，還有線上高中，佢下咧探討學校到底有用乜行出線路，會透過哪條方式，從咧南海出嚟，從下咧答辯。學校是並唔係代表全部睇競爭力咯。相對嚟講，是會用心到先去做，係做得創造出學校嘅品牌。你下最近呢，最近幾年咯，教育一個新主流就係有學前按個新型發展咯，做得純練式學校。呢個體現到問題強教，呢個林教總，你做得讓你了解下，咪按照有學前，對呢啲嚟講，呢啲學校要係用辦得加嚴嘅呢個有學前，仲有咧推展呢啲學校嘅品牌咯。我想按照有學前那有學前是有係遊覽嘛，個學是學習啦，即講希望再結合了遊覽老學習，按樣嘅方式呢，來本行到機會按樣適應只學習啊，像透過因為你教育嘅東西，學習唔係到按你教學地位啦，因為到教學地位學習嘅東西有限嘛，所以按你得學期會判解嘛個，去5倍去學校5倍啊，按判動到個像像嗰旅行嗰度啊，唔過像透過你特別去嘅講喺教學嘅講旅行，專門去嘅遊樂區，個遊樂區，然後你適應嘅學習課程嘅學習嘅關聯性嘅，唔係講動態，所以呢2年來當對了遊學圈嘅一隻觀念個遊學圈最主要是講結合呢遊覽然後學習，那最主要呢一隻圈嘅是講希望然後呢有相嘅結合嘅學校，然後佢結合起來。相愛結合唔係講佢相愛結合是結合啊，佢最主要是講佢兩隻學校嘅資源啊，所以共同來本啲學生嘅學習來本隻本鄉因為大隻學校有佢無共同嘅特色。校長，我哋聊呢個學校又要做一個有學嘅示範做啲分享一下嗎？其實按呢個想法就講按你把書包變背包啦然後呢，就是把學習本來是平面的變立體了然後呢，把學習的場域從教室延伸到戶外。那小朋友呢，給他一個走出去的一雙腳，去踏查人文，體驗生態。然後呢，2個學校如果結盟的話，其實資源整合在一起的話，是1+1大於2。所以小朋友的學習機會更多了，體驗更豐富了。就是我們學習圈最主要的一個結合的目的啊。從呢地方嘅小朋友有去哪位去遊學嗎？
我哋都除了讲，别的县市，比如台北市的学校下来跟我们做城乡交流之外，我哋都咪大学生嘅去抽群的学校咧交流，像五粮啊、姜林啊、竹东啊，了到学校我哋嘛有去做交流活动。好，头头教总讲咧哦，你刘凤国小嘅小朋友，特别请问伊哦，学教总讲，伊就平常时也有去到校外来参加了有学嘅课程，来到其他嘅学校做交流。现在开放给小朋友哈，来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去参加户外教学、参加校外的一些游学计划，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经验？好，小朋友，我们有去新竹市，应该是竹东的竹联工厂那边。去国中看了些什么东西呢？看他小朋友的上课情形。还有呢？不是，那是什么？看他们制作的竹帘，然后讲竹子的那个有什么，然后就到那个卖竹子卖。那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做竹帘很有趣，还蛮厉害的？有很佩服吗？还好。真的哈。我想他其实是很佩服。还有其他的小朋友能跟我们讲一下，还有去到哪一些地方，或者是因为我知道说游学也不一定要到外地去啊，也有在地游学。小朋友，我知道你们好像有去烤饼干，对不对？哦，小朋友有举手，好，来，请教你一下，去校外有参观哪一些行程，或者是学习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出去外面看一看那些风景，认识那些生态。你还记得去哪些地方吗？去过罗营家，然后之后呢，我们在那边认识一些植物。植物哦。然后之后呢，烤蛇面。哦，烤蛇面那是一个饼吗？就是一个面团，然后之后呢，用竹子，然后把它弄成长得很像蛇攀爬树的样子。所以老师指导你们，然后同学们就边学边做，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玩又很好吃。真的哈，如果下次有机会，会不会自己想再去多尝试？想哦。其实问题小朋友，你也特别来关心那边还有堂讲要动到家自讲吼。我哋平常时你都也系家长，也系做自讲。我想会啲出体做自讲才好教，为带同小朋友做嘛个交流个法通，也系讲做啲创新几条个法通内容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只看到表面，学校有在用心为孩子争取到很多更大的福利，好比说户外教学，我们有采酸菜，那个骑脚踏车，还有呢那个附近呢有任何活动的时候，我们学校只能有参与的，我们尽量派孩子出去表演，让我们学校的活动跟社区有结合在一起。至于平常呢，礼拜一、礼拜四我们有故事妈妈到班上去讲故事。每个礼拜四的下午，有台积电的外籍志工来学校为孩子讲故事，所以我们的孩子常常说：“我们听过了，那一本书我们看过了。”所以呢，变成说，有时候孩子他们大量在阅读这一块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哇，我们陆丰国小的书为什么这么多新的？”而且有些呢，那些志工妈妈说：“我这讲新的书，你们怎么都知道？”我们的孩子说：“阿姨，我们学校买了很多新书。”所以丰富的读书、读动作嘅书，对学校嘅内涵咪系有加分嘅作用吼。有，咱应该看到也有线上哦，那个线上你好吼，我会特别请问你哦，像刘凤国小来讲，你知道佢有教人了有好看哦，佢做啲展现物嘅学校嘅品牌特色，本其他嘅学校小朋友看到。我係南方國小嘅入先生哈，我讀嘅差唔多10年咧。當初時呢，我會去嘅學校呢，其實我係當到現在，我也做得去睇學校。不過最尾呢，我係現在啲學學校，我做埋我係現在啲學校呢。其實學生嘅當少，我做咧圖大概學生啊。比如講，佢係弱勢啊，佢係個別差異狀態嚟講，我係有機會嚟照顧佢。我講我學校嘅特色呢係因為我係綜合學校，綜合學校呢，其實資源也當少，不過呢，呢個校長呢非常係用心吼，爭取當多嘅資源落來。雖然講成日呢，佢係文化刺激不足，可是經過呢個資源嚟嘅刺激嚟講，至少呢個成日呢有成長。不過我學校嘅特色呢係因為
系又个热个又个热个生态，所以呢，安尼得天独厚哈，又个热个生态，唔系大家学搞就，所以安尼用安尼校本位课程呢，来发展安尼的蝴蝶课程、蝴蝶生态，让这样子呢，让其他的学校呢，也可以来做交流。所以咱做咧群组系是该动强个竞争力咧吼。错，因为呢，安尼虽然讲冇从台学校动到的个字眼来讲，可是呢，安尼就安尼的特色，比如讲，安尼的成因咧去到个台学校去交流咧讲，比如讲安尼去野柳，安尼去做咧看个野柳地质公园，去建安国小互相交流，啊，记到的学生就咪做咧安尼学校，咱认识安尼学校的东西。充分交流咪学到动到。嘿。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你系南方国小嘅欣赏，刘凤国小欣赏，唐讲嘅动眼经验了。我特别请问，材料就好欠，你系追求了2-3年教育嘅新主流，唔等于有办法，你下刘凤又按用嘅竞争力，又按用嘅提升吗？我虽然是退休老师啊，哈，也是偶尔回来当志工，但是让我很讶异，就是现在小朋友他们的能力那么强，那他们出到外面去的时候，也是他们有课语的这个认证，所以他们有很多不但有初级的，还有中高级认证。大家讲，我哋咧学校客家文化嘅当今咪系动深咧吼，客家文化表演也动到呢。嘿，佢睇。又动好嘅衔接啦，所以咧算系刘凤嘅特色啦，嘿，算动态的特色。好，因咧特色按丰富按动嘅咯，因为啲咧下系采客种嘛，主动真紧在客种嘅学校，因为也啲国高中也有让因分享。了达要该学生刘凤国小去年前年都拿到全国行业示范学校嘅挑名第2名，先就动好。因为为了了解材料培育地区嘅农村式学校，用办结合客种嘅采体示范文化，来展现出自家嘅学校嘅品牌还有形象哦。当然现场因有先来看一下，那片刘凤国小小朋友记到带来动精彩，全部系记到自家学出来嘅哦。了客家嘅腔语嘅上上嘅表演艺术，因来反映了到小朋友。来拍手。各位乡亲，大家好。传言美食唔好食，唔信大家来试看。跪下就性感挑战战，来八婆来了做乜噶？系挨个行年前，3年假酗酒，到了好忙错。3年假，你说好呢？跟3年假，上假都做，下假都做，为讲出来哪里哪塞？哪有那时那嘿，反正太多啊，我只是唔够3年。切，我也唔够快咯，讲我估计就3年假的时间，挨咁样讲发生咩？好啦，挨冇事冇事。你看，你有冇去到2下当中？咦，右边3年九毛，青春够了，你又对到系么？挨对到嘞，对到，出色3年面，用个啥呢？我是本先生课。轻松东系吗？咩啦？所以有生日感，收走，错谁嘞？哈，真劲哦！我是看透师傅街。三个了，从哪来？哟，阿瑞爸，说笑，不是咯，你带到嘞？哇，爱吃快吗？爱贵姓过街头，是谁唔得？你来让爱吃快。胃痛啊？肚痛，不啦，好啊，请你让爱叫啊！爱你切服有串劲，香煎盖做波，天生传说，老大做过，不知肉到面出。那个骗出啦。300票，
心好，礼拜难留，终日细雨都看嘞，求心托付都讲爱为事，将潮来喜事。嗨，菜狗真菜狗，你又来容易香，爱无人无爱共有王团来共菜。嗨，英讲啊，日台富，偶强出处，两台富，秋三秋富，三台富，唔停现千世故，四台富啊，来三绕难富，爱出界出差世界仲要高。身边嘅出题，眼界仲要嘅。阿威帮哪定要说？我去哪喏？我爱去看爱掉。牛班哦。爱参不对三面嘅对到拍胸口三面对不怕不能的事。哎，三面嘅对白是三面。好啊。哈哈哈哈！你我的好日后出卖了。绕就是我为是嘞，你也听怎么改？啊，来吧，农业是道，俺都说。该对白是三面。好啊。豆饭嘅地板一喊走的是八年嘞，小你太我饭，还会唱没？咦，你讲解日历哦。来，该不下片只该饭呢？好，你又到爱神哦。好啦，人二六三四，来去二对年。好啦，爱神出嚟。你都下。边爱仲緊要下到說八年，冇問題。今日係把水工哦。錯啊，行拜春夜未是五號時，愛到深夜嘅，那我死呢？我嘅骨頭總是夾起來打鼓了，一家好一家，現代苗肉讓無叫，從那星夢大家。你今年幾多歲啊？12哦，唔過你做阿婆咧吼。來，你講一下，你用伴侶學習你歌唱會困難嗎？有點嘛。你知道哪下困難嘅為數係哪一位呢？就是表情的部分要加強，然後要一直加強到就是到誇張，然後呢又有一點寫實的。你用伴現在會學到從阿婆做到安好呢？是老師教導有方啊。從漢語嘅部分用伴學到誒？係，我哋對 vocab 該有環境。做 vocab 要到爸爸媽媽講係？係啊，要講下。所以你知道用漢語嚟表達係咪更加自然自在？對你嚟講，會。哪會係要俾感覺用漢語嚟表達還有感情呢？會比較有感情，然後呢放得開，也比較融入我們的文化，這樣。你嚟用，你有老公係冇？你係老公係阿伯你，你當等一下，你係那個買嘅東西咯，嚟到安台條。再請問一下，你個漢語係本單就曉講，還係你哋怎學到嘅呢？我對不卡潮要撈阿公阿婆講。你表演按用嘅法劇嘅演出哦，你認為遲到最神奇嘅位數係乜嘅？就是表情很豐富、很誇張，然後有些動作很好笑。我哋吼，你都要特別學校去參加啲全國嘅省法學校嘅比賽。該從比賽，你做得到any分享麼？你看到乜嘅？其他嘅小朋友係唔係也動站到動力會？我看到有動人在台下，我去到動緊張。你咪知道你講按好嘅漢語，你自己係咪知道動沙皮？有乜嘅沙皮做得到？你講一下麼？對，你啲小朋友嚟講，用客語講到按好呢？我講客語就讓大家覺得很厲害。有些不會講的就覺得我們會講的非常厲害。南班你還想會繼續講下去嗎？會哈，還有其他嘅小朋友，你都冉冉都動等一下，這很像海盜造型，動等一下哦。小朋友，來，你賣過哪裡？你係誰來還是什麼樣啊？什麼樣？那你做這樣的造型，做得講一下麼？參加安樣嘅表演，感覺用辦？動啊！用辦動啱啦，安姐嗎？係啊，因為大家唔係阿婆就係阿公啊吼。你知道參加啲表演哈，你參與嘅歌唱學生嘅歌唱會議，係咪當好嘅會議呢？
嘿，你袂饲到材料学校做啲学到很大家到，那客家生活有关系嘅东西，动到，比如讲嘛干咯。线上会讲我了讲客家嘅情谊，还有线上讲我了上客语课。所以安样学到安到都唔会压力啦吼，唔好压力啦，当等一下。好，我哋了精彩嘅表演，其实有幕后一个工程。范先生，你，我有特别请问你哦，了啲学生吼，材料片为用办结合了，安尼客种嘅材质资源，搞出安站着为客语安表达流利嘅学生呢？因为了到小朋友啊，佢本身不卡是当道地的客家人，所以都不卡老阿公阿婆，韩国爸爸妈妈专门讲客，所以佢哋还会当好活，是而家时候讲唔讲，听说当好活然后佢哋教佢哋了到戏剧的部分哦，是。然后佢大教，所以佢哋是饲到当好教。所以先生有冇饲到？你就系笨蛋，安尼学教嘅才提升，所以好好发挥嘛。系。所以就客语嘅部分，你饲到系做得安尼变做一个竞争优势，系安样讲嘛？确实系有啊，因为了小朋友哦，佢客语讲到当流量来讲哦，佢学其他语言哦，日嘛当好活。当家是学不，而且是字正腔圆。好，用今天看到刘凤国小动精彩嘅客语表演，非常感谢范先生，还有了动等一下嘅小朋友，感谢大家。好，谢谢。好，高中你知道，从安尼嘅小学校对发展安尼嘅才体客家化嘅生活教育文化来讲，比起都市体系嘅大学校，安尼嘅优势系嘛嘅？其实安尼小学校发展哦，客家语言哦，还比大学校还难有机会，因为安尼在地的家长哦，大部分对客语教学非常的认同啊，所以安尼会引进动到这些师资的志工来学校里面配合老师的专长。那因为学校重视，家长环境可以配合，其实比大学校来发展客语生活学校或是客语的社团。口说艺术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恁爸总我请问，我也伫学校也有安排英语、国语全部会讲客话，做唔得讲其他嘅话吼。我想会伫讲，才艺饲到像安样合作嘅小学校，发展了客语当今教育，做得冲起来做么？第二点，我讲外语一只传承啊，那个文化一只当好一只结合啊，客家文化你用版的传承，我讲外语系学习唔来。应该文化嘅传承也非常的困难吼。是讲你外语应用版来传承，第一点是讲学校方面咧，最重要嘅，你平常时咧吼，是讲鼓励先生那个适应啊，吼，所以当个客家话啊多只交谈啊，平常打嘴鼓。第二点学校本身咧吼，是新厂啊，像客家委员会就该客家个母语嘅个生活，学校嘅计划，安尼申请就到经费，安尼做安尼客家文化外语发展嘅一个传承，第三点是鼓励个家长，留个学生啊，来长期，是讲都不靠希望佢做当地客家外语，然后佢做一个交谈，你也是讲学校啦，留个喺家庭嘅方面，还有点像好重要嘅是讲，你也一只教育教喺精层面嘅一只，是讲平常时。你细人你台湾教育是讲，你细人教学学校嘅一只学习啊，常常时常是本该考试啊，来只变只考试来量度学校学生嘅一只学习。今日迄有个机会细人参加客家外语嘅认证，所以讲其实汉摆做参加像高中无是太好考试啊，做校课家己分。多多少少唔怕啦，3分5分嘛好而且安然到学校，是讲学校学生啊嘅学习，其实我好就讲统计是讲，做得要统计啦，做得大统计掉其实我喊我想留了即家外语啊，所以留佢学好咧。你哋好，准备时间过我哋快丰富你嘅小朋友哦，各位小朋友们，经过我们刚刚安度嘅讨论我想会个请问，材料学校，你感情都动气没小朋友做得开始讲一下么？你就盼得离开了间学校么？盼得吗？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吗？喜欢这个学校什么地方？舍得离开吗？跟我们讲一下。
我不舍得。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早上都会有网球跟桌球队，然后早上网球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运动，其他学校都没有。所以班上同学少，你并不会觉得寂寞或孤单。我是会，因为人比较少。人比较少，但是你会舍得离开这个人少的地方吗？我不会。不会哈。有没有其他小朋友跟他的看法一样，或者是你们还有什么想法要说？如果说学校因为人数的学生太少，不得不要去离开到其他学校去，你们心情是怎么样？有没有同学昨天听昨天讲话尾？对啊，有没有动到为讲话尾给小朋友？来，小朋友，来，小朋友应该看同意嘞，什么要动等一下好，来。应该唐讲，你有参加客语嘅比赛呢？吼，有冇？那大家讲，你参加哪个比赛？客家嘅相声。哦，新金勇办哦。有2个人。冇要紧，不你讲，新金勇办。新金动紧张。紧张哦，迄心情动紧张啦吼。客家你知道安样嘅比赛对你来讲吼，小学嘅胜法系唔系要倒嚟动到嘅丰富嘅记忆？系。系哦，你知道最好搞系乜嘅东西？好聊，你有冲上过吗？有冲过。有冲过，你还有记得昨天冲一下客家汤，有冇个过？大家补习一下，这个小朋友要唱他学会的客家山歌哦。马该过，唐来起可呢？好想唱哎，你会不会唱《唐山过台湾》？从可呢？从山过台湾，不半2年。3万那边从3万年，哎呀，日前1生年，40万年，世事人生你永远真啊，哎，你弹得出来，宝妹又下掉行肉水，因为可能喊唔晓唱。不过你阿哥系唔但像你会唱一跳，还有其他歌也会唱吼，系蛮紧教演咯。线上哦，所以学校做啲老同学强下咧唱歌，欢喜啦吼，欢喜吼。好，小朋友嘅学习快乐嘅心中系最重要嘅吼。准备时间，还有家长也系职工妈妈也系线上，做啲老你准备个讲一下么？你前天俩回国提起学校嘅教育新节目，你都对俩片嘅教育有信心么？做啲开始么？来，了解。用麦克风么？麦克好来。两个妈妈，你做得到因讲么？最尾个时间，你祈祷材料片对社学校嘅教育，你有信心吗？我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各方面都做得面面俱很好，包括单元也做得很好，包括一些我们社区的发展，他也在帮我们，就是做一些像传承一样，我觉得很好，而且老师每一个都很用心，非常非常用心。我电影也袂讲较尾啦，我哋咧讲较尾咧讲，像吼财富学你袂教成人讲较尾，那学校你们相互搭配吗？袂，不过吼，我成人，因为我先生是荷兰人，所以佢都拢讲建议，不过佢袂谈，我嘛袂讲，所以也祈祷在学校那边学语教好也一好，袂当好嘿，讲真句嘿。好 ，Andy。培国学校虽然讲具有体力当嘅限制，不过社学校并唔系代表住冇睇竞争力咯，因为你下届大体嘅主流环境也已经看到咧社学校嘅佢嘅教育价值，所以唔会钱财都讲到会回教咁嘅情况。呢個村民大會基本來到了培國特級嘅學校，來到遼豐國小，非常感謝郭校長，還有林校長帶來安精彩嘅經驗分享哦。你也看到，你下個培國特級嘅小朋友，材料片動有發力，動快樂嘅成長，你係未來繼續嘅發展嘅潛力，動重要嘅位數。今日村民大會嘅節目嚟到了兩片，非常感謝鄉親朋友嘅收看，下個下年禮拜五，大家也唔好唔記得，還有繼續收看呢個村民大會節目，再會。